我来练先，我来拍喙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我是小嘉。咱今仔日的主题是网红的现象啦。什么叫做网红？阿明，你敢会使小解说一下？你认为的网红是啥物？那普遍大家的认知就是大家咧看伊的影片嘛，有相当悬的这个讨论的声量，嘛有一定的跟对的人数，所以可能安尼就叫做网红。若迄网红的影片啊，还是讲伊写的文章会受到真侪人的欢迎，还是讲足侪人爱看吼？大部分是因为因伫咧选择迄个话题的时阵，是大家爱听嘛爱看是话好话啦，吼。比如讲有一寡伫咧台湾真唱的网红，吼外国人，吼因大部分的影片拢是讲台湾偌好拄偌好。生活有偌利便即款的话题，我感觉即个人就爱看这呢，看到外国人甲咱学了，就真欢喜，就爱看的，就愈来愈侪人踮遐看，踮遐点迄影片入去看，真自然就愈来愈侪人知影，就愈来愈侪人家己跟对，所以就互人叫做网红。所以讲，即个网红的定义应该是别人互你的一个称呼啦，应该毋是家己讲家己是网红嘛。所以伊无对，伊无一个定义伫咧嘛。我就是甲讲，大家好，我是网红小嘉，可能会互人等价两哦。无人叫家己网红的啦，嘿。对，即摆加人一粒嘛贵贵啊。是讲网红的现象吼，敢若有一点仔愈来愈乱的感觉呢。当然啦，你看顶个月啊吼。有一个去甲某民国家人吼，是伫遐做假影片嘛，是叫当地政府抓起来，把佮判刑安尼，甲铐起来，对，是铐起来，安尼讲敢对，铐起来啦，铐起来，铐起来，安尼加铐起来，对，当然，迄个国家咱知影就是讲比较落伍小可。当地的法律嘛较严，主要伊的问题，伊的影片是做假的，毋是真的，拢伊家己做手的嘛，伊甲伊的朋友伫遐咧做手，这才会引起大家讲较歹听叫做堵拦啦，对啦。亲像即款的，毋是讲台湾人去国外安尼讲做假信息啊，去破坏别人国家的形象。嘛有迄款国外网红来咱台湾录一寡假影片诶，对啊，同款的道理，只是讲咱台湾对即款法律敢若无亲像伫咧别个国家，就拄则你讲的迄个咧，无亲像迄个国家遐尼严格，所以你讲要甲伊判几年是无啥可能，加是罚钱尔，对无？对，咱台湾的法律来讲是行政法啦，行政的裁罚啦，安尼啦。伊其实嘛无卡着咱台湾的刑事法律嘛，所以当然嘛袂去互铐起来，互判刑还是安怎？所以每一个国家伊的法律拢无共啦，所以你要做啥物款的动作，你上好是去先了解人当地的法律是安怎。对，不重点是因遮的人做的拢是假的物件，这就真正无法度接受啊。对啊，当然啦。有一寡网红，可能毋是拍影片，是用写文章的方式，就是讲伊会用家己的意见，去批评别人，毋过像即款文章就会引起两方面的人，双方的人的支持者，因的对战，就吵乱安尼，吵闹安尼。这一定的啦，我感觉讲伫咧民主国家，一定是有无共立场的人啦。对只是讲，逐个人拢有家己伊的立场伫咧，不管是伊的政治立场，还是伊的思想。是啊。当然，你做一个网红来讲啦，你有立场，这无要紧。毋过我感觉上重要的是，你袂使去传达一寡错误的消息。
嗯哼，还是讲错误的自信。嗯哼，你看像咱即马有一寡网红伊会表态伊家己的政治立场嘛。是。毋过伊咧传达伊家己政治立场的时阵，其实伊讲的真侪代志，咧批评执政党，迄拢是无正确的代志嘛。嗯哼，对。安尼等于是伫咧传播假信息呢。对啊对啊。就甲遐个网红伫录迄款假影片是共款的意思。当然啊，但是即马搁较严重的问题是，你假信息，你听就知影迄是假，迄咱免讨论。但是伊会甲你透烂。无，应该是安尼讲，应该是讲你信伊的人，毋管伊讲啥，你拢会相信，这是较害的所在。对啦对啦，我要讲的就是讲，伊传达的信息就是讲，伊讲的物件内面有男真的，嘛有男假的。嗯哼，以假乱真。对对对，有的所在可能就甲你讲一句讲一句拢甲你黑白斗嘛。是。无甲完整的即个论述讲出来。嗯哼。就头到尾拢甲你切掉，就摕中迄节出来讲。嗯哼哼。我感觉你若要讲即种议题的人，上好是莫安尼做啦。嗯哼哼。就是讲3分真7分假安尼。嗯哼。对，我感觉安尼都是等于咧传播即个假信息嘛。嗯哼。过来你来看，因为咱即几年咱的网络太方便咧，一人一支手机就会当录影片，甲影片抛去你网络顶悬。所以咱真侪咱的政治人物嘛拢真注重网络即块，尤其是针对咱少年的安尼。对，若政治人物变做网红的时阵，有当时迄走真甲真厉害，真严重哦。是无毋对，而且这其实后壁嘛拢有迄款公关公司咧操作啊。迄无影是真的嘛。所以你甲即个时代来行到遮来，政治人物变做网红去，伊到底会当转换做偌济选票，这其实无人知呢。对。所以讲网红的社会责任其实是真大的，对无？对。头一点就是讲你爱根据事实来讲话，袂使做假信息。有一个某咪网红伊家己有伊的政治立场啦。伊去撞到一寡歹代志的时阵，就开始伫遐抹黑讲是某咪人，某咪政党，甲创空的。无真无句安尼讲。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伊就借伊伫网络的影响力，对大家安尼宣传啦。所以第二点真重要，就是讲你爱对你家己讲过的话要负责任呢。亲像伊安尼无证据，就安尼黑白讲，啥咧黑白讲。所以达不时去用过啊。OK， 会拄啊好尔。对啊，去用过定定过赢也是故事咱免讲啦，但是咱知影讲定定去用过啊，就是安尼啊。安尼第三点咧？第三点就是这个网红袂使去煽动，还是讲去唆使别人做啥物偏差的行为啦。对，就是袂使去共使咯。对，你袂使去共，比如讲某一件代志，不管你是用明示的还是用暗示的方式，要去共做攻击，这拢是袂使的行为啦。人爱有一个道德啦。这就是咱要讲的第4点，爱有迄个道德心。咱还有整理第5点就是讲咱会使批评，毋过立场爱徛较中一寡。我知影这真困难。毋过你若是讲要批评啥物代志，你会使说明讲，迄是你个人的意见，无代表讲其他的人嘛是甲我共款的想法。就是讲你是要讲你家己的想法，毋过你袂使讲我讲的是阮即群人的想法，因为你是你家己，你无法度去代表别个人来讲遮个话。就可比讲有某一个网红伊讲伊家己认为讲台湾大部分的人拢认为家己是中华民族。伊即句话都甲规个台湾人包含入去啊嘛。安尼毋通哦。你要讲你家己是中华民族，迄是恁家代志。但是你莫去讲你家己认为台湾大部分的人拢自认家己是中华民族。毋过世界上嘛无中华民族即个民族啊。对啊，但是不管有啊无嘛，你不管有啊无，你代表我要创啥？对啊，你袂使代表我啊。
是啊是啊。你要讲你就你讲你家己嘛，你家己认为你家己是中华民族，是领导的代志嘛。是啊是啊。对啊，讲了歹听诶，台湾海峡也无坎过，你要过随时拢嘛会使过，也无人举刀举枪，叫你一定爱留伫咧台湾。对啊，这较早阿扁啊，总统都捌讲啊，你若家己认为你家己是中国人，台湾海峡都无坎过，你家己守过就好啊。对，守过。都莫搁转来嘛，过都莫搁转来啊。莫转来啊。对啊。伊若守袂过吼，我会使赞助一个游泳裤啊。你搁遮好心，搁较赞助。因为迄是我无用诶。好，来，咱继续。对，迄是你用过诶，你用过无爱就对啊。是因为迄是一个迄个 unicorn， 你知无？就是有一支敢若头壳有一支角诶，迄个啥？迄个马有无？伫咧，迄毋是真正诶动物，迄独角兽啦，我伊讲独角兽，嘿。我感觉迄我若早出去，有一点仔歹势，我想讲，若要收去中国诶，就互伊早去好啊。反正遐人毋是面皮拢真高。对啊，冇影。好，安尼后一点，就是咱要甲大家提供的意见，就是讲，因为即马伫咧网络真发达的社会，每一人拢有可能是网红哦，吼，所以你伫咧发表你的意见的时阵，绝对爱会记得毋通去做犯法的代志，这是绝对头一个原则，而且你嘛爱根据迄个事实，袂使凊彩安尼遐差天花倒。对，过来就是讲。网红，你毋通看见你家己伫即个社会影响力，因为你家己所做诶，你会去用模仿。对，无毋对。人会模仿你诶行为。对。你当然会当讲，我伊做诶代志甲我无关系啊。对，当然是甲你无关系，但是即个人是看你诶物件，才去做即件代志。安尼互我想到是一个例。毋是有人伫咧看迄款短影片，你去模仿人伫人诶迄餐厅内底。是毋是一个日本的寿司店？对。哟，迄有够夭寿诶！伊是毋是物件食要共配倒转去啊？敢若是哦，这实在是毋通。就是伊食过物件嘛，搁共囥倒转去，毋知是有配出来还是安怎？对。搁迄个凉诶啦，敢是安尼？我袂记啊，我知影还怀疑。凉诶，对。因为迄个代志，就是嘛舞甲真大条。对啊，嘿啊，所以咱所有诶物件吼，毋管是影片还是讲文章，你要囥上线进前，一定要想好清楚，因为你若上线，伊就是公开诶资讯，你嘛背袂离啊。对，想要离啊好人还是啥吼？走袂去啊，这是禁忌啊。对，而且即摆手机啊，就讲电脑真方便，了啊，就甲你加图加落来啊嘛。对。系啊，像讲你想讲抬掉，毋过嘛是赶快会使甲伊找转来。对，像讲要安尼船过水无痕吼，但是难啊，真困难啊。对啊。亲像咱倒水台语车坊吼，是属教育型诶袂种牙，所以咱有责任要互观众正确诶资讯，嘛要感谢大家诶支持。以后大家若有发现讲，阮诶写诶物件吼有一点仔叮当是安怎，一定要甲阮讲哦。因为阮爱确定讲，阮写诶物件是正确诶。是啊。所以阿明，你敢有伫咧钓倒一个袂种牙，还是讲网红会使分享一个？网红是较无，你若讲若咧讲咧约倒一个袂种牙，我想都应该是多数诶台语车帮咯。甲直播较袂走做。对，而且嘛是希望讲大家会当继续甲咱支持，希望讲咱即个白话字继续甲推广落去，互更较侪人知影，咱台语是有文字诶，毋是无文字。对，莫阁写火青文啊，拜托。对，不管是罗马字也好，汉字也好，总讲一句，咱诶台湾话都是有字，对，对。好，安尼咱今仔日诶连线拍喙鼓就先到遮，咱后回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大家拜拜。拜拜。